概1、2袋，我们到隔壁的分类室来做婚礼啊。现在玩具都是阿北经历耶，所以我们要提定给。20栋的玩具，这么多就真需要4天来不到3天。红单调的佚佗物仔造成严重的环境负担，不过顽固银行甲回收回来，让佚佗物仔继续陪咱度过7个伯伯9发芽，陪咱食甲7老8老。而且半年才举办一次啊，就有讲1万2千件的物件会使出去。可以透过这佚佗物仔去慢慢潜移默化很多我们想要传达给别人的东西。因为青春，所以有梦。下礼拜3暗时10点，青春，咱的梦。